主牽着他的受苦者居魯士的右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敵國，解除敵王的腰帶，並在他面前開啟城門，使門不再關閉。上主對他這樣說：為了我的僕人雅各伯及我所揀選的以色列的兒女，我指明照料了你，給你起了這個稱號。縱然你還不認識我是上主，在每一位除我以外沒有別的神。雖然你還不認識我卻武裝了你，為要從東到西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沒有另一位。我是上主，再沒有另一位。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上嚟，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請眾齊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哀歌，請在烈光中傳述他的光榮，請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奇功。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因為上主偉大，應受讚美。他超越眾神，可敬可畏。萬邦的眾神盡屬虛幻，只有上主造成蒼天。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各民各族，請將光榮歸於上主；國家各戶，請將威能歸於上主；請將主名的光榮歸於上主；請違背祭品，進入他的榮耀。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請穿上聖潔的禮服，叩拜上主，普世大地會在他面前戰兢。請在萬民中高呼：上主為王，他以正義公道為治理萬邦。請將光榮與威能歸於上主。恭讀是保祿宗徒致得撒羅尼前書，保祿和聖母亞諾及弟茂德，致書給在天主父及主耶穌的愛的得撒羅尼人的教會，願恩寵與平安與你們同在。我們常為你們眾人感謝天主，在祈禱中時常記念你們，在天主和我們的父前不斷紀念你們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愛德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有的堅忍。天主所愛的弟兄，我們知道你們是蒙召選的，因為我們把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用言語，而且也藉德行和信神，以及堅固的信心。上主的話。感謝天主。歡前歡呼，請大家起立。將生命的話顯耀出來。
那時候法利塞人商討怎樣在言談上叫耶穌落入圈套。於是法利塞人帶自己的門徒和雅各的黨人到耶穌面前說：師傅，我們知道你是真誠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不顧忌任何人，因為你不看人的情面。現在請你告訴我，你以為如何？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耶穌看過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善人，你們為什麼要試探我？拿一個稅幣給我。他們便遞給他一塊銀項。耶穌對他們說：這肖像和名號是誰的？他們對耶穌說：凱撒的。耶穌對他們說：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上主的話。我諗經過呢幾個星期，香港人冇乜邊個講政治，突然之間個個都似係政治人物咁啊！雖然我哋教會有一個原則，就係政教分明，其實咧講啲嘢嘅時候係教會嘅經驗嘅累積。過去教會同當權嘅人通常關係好密切。當呢啲當權嘅人一到台嘅時候咧，我哋教會就成功。法國大革命就係個最明顯嘅例子啊！我哋教會多數企埋啲貴族嗰邊，當呢啲人民一革命一反咧，教會就受害。受害連累埋自己嘅子女啊，可能嗰啲不問世事嘅聖經會匿埋喺修院嘅啲隱修嘅修會拉出嚟，轉頭台參透㗎，好可憐㗎。但係政治就係咁㗎啦，能夠連累啊。所以教會慢慢經驗嘅累積，就要求自己教會裏邊嘅神職人員最好就唔好掂政治，或者話起碼唔好加入政黨啊。我記得咧，教宗有個好儀式啊，有一次去到中美洲訪問，咁當時咧有一個神父就冇聽教會嘅話，一路加入政黨扶搖直上啊，一路做到教育部長。咁教宗咁啱訪問個國家，嗰個神父你知國家所有嗰啲重要人物排晒隊同教宗握手。咁啊去到嗰個神父面前，嗰個神父特別啲啊，跟住想話表示出自己對教宗嘅尊敬，就跪喺度咁親教宗隻手啦，就隻戒指，但係教宗唔俾佢出，指住佢鬧佢。我即係喺電視上見到個鏡頭，指住喺度鬧，冇聽教會嘅話。雖然我哋係咁樣講，但係教會幾時都讚教友關心政治。我哋生活喺一個政治環境裏面，冇可能同政治有關，所以我哋唔表態，但係教友應該按照自己嘅良心觀念去做啊！今日我好想從呢幾篇讀經帶大家去反省一下，聖經點樣教我哋去睇呢件事？點樣生活喺一個政治嘅環境裏邊？應該點樣去做？聖經有啲咩啟示？今日我哋從呢篇讀經裏面做反省啊！第一篇讀經嚟自以撒以亞先知，先知想話俾我哋聽，天主只係歷史嘅主人，天主主宰歷史，人以為自己創造歷史啊，但係其實一切係天主嘅手人。起碼以撒以亞先知講出個信息啊！猶大呢個國家亡咗，因為犯罪，所以天
天主用巴比倫滅咗佢嘅時候，我哋可以話藉一個政權去懲罰、去改造、去淨化呢個民族。過咗一段時期，天主又用另外一個政權嗰陣已經去到居魯士係波斯王嘅時代佢就用呢一個波斯嘅王使到以色列可以翻返去自己嘅祖國，可以喺重建耶路撒冷，可以重建聖殿。呢度今日呢段聖經就好清楚講天主召叫居魯士呢個波斯王居魯士，稱佢做上主嘅受傅者。普通係以色列嘅皇帝先至叫上主嘅受傅者，但呢個外邦波斯嘅皇帝竟然聖經將佢稱為上主嘅受傅者，即係話天主用呢個咁樣嘅人物去重建耶路撒冷，幫助以色列重建聖殿俾到一個咩信息我哋咧？歷史係天主嘅手裏，所以唔好對任何嘅政局失望。作為基督徒應該失望，都相信任何唔好嘅環境，天主都可以用佢嚟，無論係改造我哋、淨化我哋，或者釋放我哋。所以都相信基督徒相信呢一點。第二篇讀經嚟自得撒羅尼迦前書喺保祿嘅時代，教會已經開始受到各式各樣嘅迫害。遇到政治迫害嘅時候，好多基督徒都放棄信仰。保祿就喺度鼓勵得撒羅尼嘅教友要企得穩，唔好改變，堅持自己嘅信仰。特別係要用信德、望德、愛德去承受啲嚟自政治嘅壓力。面對住啲壓力嘅時候，基督徒幾時都充滿住相信天主嘅信德，幾時都唔失望德，特別係要留住愛德去面對承受呢啲壓力。咁保祿就係為呢啲教友祈禱，希望佢哋能夠堅忍到底。呢個第二篇讀經保祿教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壓力。第三篇今日嘅呢篇應該係有關政治同宗教之間啲關係最好嘅例子。我好喜歡呢一篇聖經，我覺得呢度俾到我哋最好不過嘅啟示，點樣從一個信仰嘅角度去睇政治嘅問題。整個故事或者整個報告係好政治化，成個報告都係人物係政治化。本來我哋睇到法利塞呢個團體咧，呢啲人原來唔係政治嘅，原來係一個好宗教嘅團體，好緊要守舊約嘅法律，好重視要自己嘅聖潔，佢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一個咁樣嘅宗教團體。佢哋一般唔會同政治嘅團體拉關係，因為覺得呢啲邋遢嘅嘢唔會掂。但係今日佢竟然同呢個哈羅德黨人結盟，睇到政治嘅喺度運作即係話為咗達到一個目的，特別係要除去自己共同嘅敵人唔同嘅團體，甚至係對立嘅團體都可以結盟。對政治係不擇手段，為咗達到目的我最厭呢啲嘢，因為自己提高警覺我話對自己有原則但係為咗達到目的，我不擇手段。政客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幾時都搶佔道德高地。今日嘅故事政治係咁我哋見到呢啲法利塞人咧好正，佢知道自己個形象咧係好清高，一般不屑同呢啲政治團體喺埋一齊，所以佢自己唔出馬。你見到今日話我
揾嗰啲馬仔出嚟嗰啲門徒去同哈羅德黨人結盟捧自己個門徒出嚟維持翻自己嗰個清高嘅形象嗱，呢班馬仔去到耶穌面前咧，好政治化，但係咧搶佔道德高地將耶穌拱到一個道德嘅角落裏邊首先讚美耶穌，你係真誠嘅，你係教授天主嘅道路你唔顧忌任何人嘅，你又唔看情面嘅，呢啲都係道德。將耶穌推到啲打擂台咁咧，將呢個對手推到去角落頭，冇掟走㗎啦，然後諗住一拳打低嘅，跟住用一個問題就解決咗呢個對手嘅呢個政治嘅圈套講到明納稅俾凱撒可以唔可以係兩個答覆一係就可以咧，所有猶太要爭議；一話唔可以，就邀請哈羅德黨人去告發，請羅馬人去做耶穌得啦。所以但可以唔可以都死，或者話個將啲兩都唔得不自我即係不義持平，無可奉告都唔得因為一個師傅，一個出名嘅師傅，冇理由喺個好重要嘅問題上冇得長意見所以無論耶穌點都好，呢班人以為係一擊就打到啦。不過今次個對手太強啦，所以咧唔係真係咁容易打到。嗱，你喺政治嘅問題上面搶佔道德高地嘅耶穌都會搶所以耶穌都同樣用道德嘅立場去講呢啲嘢首先斥責佢哋虛偽，呢啲假善人，你哋揾咩嘢去試探我，圈套一指出佢哋先指出佢哋嘅陷阱喺度但係耶穌都用道德嘅高地但係可以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揾個圈套套我亦都揾個圈套俾你睇下你點樣反應。耶穌就話俾一個稅率俾我，佢哋唔醒目。如果佢醒目咧，就話我哋冇稅率，佢哋唔醒佢就喺個台裏面撳呢個稅率俾耶穌睇到啲乜嘢嘢咧？睇到你哋嗰啲係嘛？你哋嗰啲公黑法利塞人最重視潔淨嘅，唔碰外邦人不潔嘅嘢，你哋碰親都係不潔嘅，連錢都可以碰。所以佢嘅聖殿咧，所有羅馬錢幣都要換咗聖殿嘅用嘅錢幣先至可以作任何服務，因為呢啲嘢唔乾淨。但耶穌就故意揾呢個嘢圈套佢，俾個稅幣我睇下，正如果佢記得咧，應該話我哋唔得呢啲嘢嘅，不潔嘅嘢，但係佢唔識得納個稅幣俾耶穌，仲計㗎，呢個係呢個話自己話最唔乾淨嘅嘢，隨身帶咧，耶穌話我冇帶我個門徒都冇㗎，係你哋自己帶。所以耶穌見到呢樣嘢之後，再問佢。呢個肖像同名號係邊個㗎？因為點解咁樣問咧？耶穌講我唔知，我唔知呢個肖像係邊個，我唔知呢班英文裏邊本來寫住凱撒提比勒、凱撒奧古斯都嘅兒子，本來當時流行嘅詞係寫住耶穌當自己唔識拉丁文，你話俾我聽呢啲係咩嘢？呢個肖像邊個㗎？名號係邊個㗎？佢哋都話凱撒㗎嗱，一講到呢度嘅時候，耶穌就話凱撒嘅歸凱撒。耶穌用咗啲乜嘢咧？耶穌用咗呢個舊約梅瑟法律裏邊嘅公義嘅原則。梅瑟法律裏邊話邊個嘅嘢俾翻邊個？梅瑟法律即係寫喺聖經裏邊，邊個嘅嘢俾翻邊個？而家呢個錢幣有邊個嘅肖像喺度咧，就屬於邊個？既然呢個稅
失嘅法律要俾翻凱撒。所以耶穌要求佢哋凱撒嘅歸凱撒，冇一個猶太人夠膽話耶穌錯，冇一個猶太人夠膽話耶穌點解要叫我哋納稅俾凱撒，因為耶穌用聖經講，冇一個猶太人夠膽話冇失錯，所以耶穌只係用聖經嘅話拎出公義嘅原則，使到佢哋全部遵守。一個政治嘅陷阱冇咗啦。就用一個道德嘅角度去解決咗嚇。本來可以完咗㗎，因為你問我呢個問題啦，我用翻呢個解決咗呢個問題啦，用公義嘅原則解決咗。但係唔好忘記，耶穌來臨嘅目的係乜嘢？耶穌來臨唔係解決政治嘅問題。耶穌雖然嘅時代充滿住政治嘅鬥爭。耶穌嚟唔係解決政治嘅問題，唔係解決社會問題啊！耶穌嚟係得拯救人，呢個係耶穌嚟嘅目的。所以佢唔會停咗喺呢個，好似話你陷害我贏咗啦，等你哋啞口無言就算。耶穌想將呢班人拯救，所以耶穌從一個道德嘅角度，將人提升到去一個救贖嘅層。所以話天主嘅歸天主，呢、個就係救贖嘅性質。耶穌嚟就想啲人歸還天主，人係天主嘅肖像，所以人係屬於天主。耶穌提醒呢啲法利賽人，首先你係人，每一個人都係天主嘅肖像，每個人都係屬於天主。第二，你哋身為法利賽人，你係一啲最熟悉聖經嘅人。你有責任帶領人藉住聖經走向天主，但而家你冇做到。耶穌提醒佢哋天主嘅歸天主，你哋係有天主嘅肖像喺你身上，所以你屬於天主，你應該走向天主，亦都帶領人走向天主。所以我哋可以話，耶穌喺呢度其實係一個善意嘅邀請。喺救贖嘅層面，耶穌係無敵嘅，所有人都係佢拯救嘅對象，都係佢嘅兄弟，都想呢啲人得救啊！所以耶穌喺呢度藉住呢件咁樣嘅事件，甚至藉住政治個政治嘅事件，想呢班人唔好淨係睇到政治啊，有啲嘢比呢樣嘢更高㗎，你嘅得救先至係最重要啊！所以天主嘅天主，呢個係我覺得俾我哋今日最大嘅啟示就係呢一句，唔係前面嗰種好有智慧嘅做法，凱撒歸凱撒，公義嘅做法，呢個係道德嘅層面。更重要嘅係將人提升到去另外一個救贖嘅層面，人嘅得救先至係耶穌嘅目的，亦都係我哋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做嘅。頭先我話用呢啲聖經去做反省啊，我哋的確唔可以離開政治嘅問題。但係當我哋面對政治問題嘅時候，唔好忘記耶穌點樣處理。第一，當然啦，道德嘅角度緊要啦，我哋要真誠啦，唔可以虛偽，必須要堅持真理，必須要有公義啦，呢啲態度。應該嘅，因為都係天主法律、天主嘅誡命要求我哋嘅啦。真誠、真理、公義幾時都係應該，但係唔好以為做到呢啲就係啦，唔夠膽做嘅基督徒，我哋係需要更上一層啊，將自己提升到去一個信仰嘅鬥技層次，唔好淨係停留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上面啊，作為基督徒應該眼光高啲啊！耶穌將來審判我哋係冇問我哋屬於咩黨派，我哋嘅理念係乜嘢，耶穌冇問呢啲嘢。耶穌嘅審判嘅標準就係講到愛字啊，我哋有冇愛？所以喺呢個救贖嘅層面裏面，所有政治嘅敵人都係我哋嘅兄弟。
哋都想佢哋得救㗎。所以我哋不妨反問下，喺呢個整個政治運動裏面，我有冇曾經為過呢啲我好唔中意嘅政客，我有冇為佢祈禱過啊？呢個出自愛心，希望呢啲人都好似有一日咁樣，一齊去天主嘅台前，大家都係天主嘅子女，大家都同為天國。呢、個先係我哋嘅目標㗎，唔係話打低佢哋，就係、我哋今日要爭取嘅目的。作為基督徒要企高啲，睇到我哋救恩嘅層次，所以都希望我哋都可以反省呢點啊。最近我哋醫療嘅人員特別關心平機會所搞嘅同性傾向歧視條例啊，咁我哋發覺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political 嘅方面啊，彼此都係一定有政治嘅因素喺裏面啊。咁我哋都知道呢啲人咧係用政治嘅力量去達到佢自己所要嘅目的啊。無論點都讓我哋用翻頭先所聽嘅聖經去處理呢啲問題，裏邊係好多同政治有關嘅活動啊。咁我哋點樣咧？作為基督徒，首先道德高地係要堅持，我哋要真誠，我哋要講真理，我哋都要講公義。呢、個係我哋幾時都係咁樣講堅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我哋都希望能夠更上一層，企喺一個更高嘅層面上、救贖嘅層面上去睇呢啲嘢。呢啲人無論點，即使佢哋係我哋好唔中意嘅人啊，呢啲人都係我哋嘅兄弟姊妹，我哋都好想佢哋得救。呢、個只係我哋嘅目標，都要我哋處理、爭取或者話唔喜歡呢啲條例會成為法律之餘，我哋都提醒自己，呢啲人係我哋嘅兄弟姊妹，我哋好希望有一日大家喺天國裏面同樣見到佢哋啊！耶穌審判嘅時候，都只係問我有冇愛主愛人。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好啦，現在咧係。